快来看，我这展会刚回来，一看，哎，又出壳了好多小巨。先看看这个胖的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就说你这个胖有必要这样吗？哎，现在的孩子也太叛逆了吧。然后你们看，这有一只正在蜕皮的，看看小手套能不能成功。嚯，这应该是小手套了，前面还有一只。来，放一起看一下。你别说，这有主导基因的真的就大很多呢。好，我们看另一个碗里边，哎，也有个小家伙出壳了，这是一只大黑鸭体，挺好，自己把队形排好了。这都不算啥，这还有个大惊喜的，竟然有一颗孤雌繁殖成功了。你看，我连标注都没怎么写。那么什么叫孤雌呢？就是母的没有配过，但是它下的蛋呢有金圈，哎，没想到就孵化出来了。还挺健康的。又获得一盆小巨。